时节雨纷纷，清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，也就是慎终追远、感怀先贤的时刻。今天我们相聚在戏剧大舞台特别节目，我将和您一同回顾几位已经故去的粤剧老艺术家袁雪芬老师、张桂凤老师和戚雅仙老师，和他们的合作者、家人以及学生一起怀念他们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。首先为您介绍一下此刻坐在我身边的3位嘉宾：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、京派创始人金彩峰老师，这位是著名的唱腔设计陈军老师，还有一位是我的同事华怡清。欢迎你们！时间真是过得非常的快，转眼之间，袁学峰老师呢离开我们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了。就在前不久，为了纪念袁老师诞辰90周年，一代宗师100年流芳专场演出在上海逸夫舞台上演了。在专场上呢，我们也一同回顾了袁老师的人生经历和艺术财富。说起来，金老师，您和袁老师认识应该是非常非常早的。对，我17岁的辰光考到学生阶段。我进去的时候有很多的专家来一道。哦，有袁雪芬啊，有范瑞娟、张桂凤、吴小楼、陆金华，都是我考试官。听说您初次登台的时候，就是胆子非常小，好像不敢上台，是吧？有这回事情吗？阿拉做的是叫女儿国，女儿国呢，外头呢好打仗要打进来了，打进来嘛，就士兵要去报告那个叫国王了，外头是哎呦造反造得一塌糊涂，交关台词要我讲出来的。启禀国王呢，蛮响的，启禀国王。什么事？伊眼睛砰一抬嘛，我但是从忘记讲呀，太惊奇了，吓死了呀！讲不讲出？讲不出嘛是讲，那么院长有经验呀，下去炸，老响。那么就是讲，这个呢是我上台的辰光呢，所以到院长呢一直是来讲笑话了。采风是搿辰光是讲不出。咋没来这个想？那么金老师，那你是不是想过不想演戏了？想过。那么搿辰光呢，产生啥思想呢？因为啥道理呢？一个是经常搿个看到袁老师呢，我不敢看到伊，看伊呢，我自家心里老难过。人家介笨的，搿2句台词也背不出，对吧？还疲劳伊，对吧？后出来就是讲，我自家刚去学戏呢。这个生活习惯啦，自家不习惯。因为我读书呢，从8点钟功课做好困觉了。但是一到这个戏这个集团里啦，做跑龙套立了旁边要立交关辰光。譬方一个太监吧，要从头立到底，一只帽子嘛头戴了海嘛，痛是痛得来不得了，是吧？那么心里想，哎呦，觉得也头痛。再有呢，做来做去跑龙套呢，自家觉得心里想没面子哦。我就到院长讲，鼓足勇气。院长来后场，我是得讲，阿拉搿辰光呢，不是叫伊袁老师，伊不叫老师的，阿拉叫袁小姐。我袁小姐啊，我搿次戏以后，我讲我不来了。我讲我不来了，伊让我看看，头点点，同意我不来了。同意侬不来？同意我不来了。那么等到要做完女儿国的辰光，这个最后2天，伊也是辣搿个辰光辣后场，伊跟我讲了，彩凤，侬学戏呢已经学了
也有搿眼日节嘞，侬不要回去，侬回去也蛮可惜的，侬就再学下去吧。我看牢伊头点点，我好的。如果不是园长留牢我，伊也问我今朝进采风搿个天，因为我也蛮感激我们的袁老师的。那么后来到了上海越剧院以后呢，我知道金老师也是袁雪芬老师他的重点的培养对象。那个盘夫索夫是不是他亲自就是点名要你排的？那个时候呢，在北京。哦，在北京呢，就是阿拉老早一个领导叫一斌，一斌秘书长的，等于是院长的那样职位了。那么伊呢，讲要我排盘夫，我不会得做老师哦，一点也不会哦。盘夫啊，好好叫也没看过，伊叫我排盘夫，我心里想，我差不会得唱，侬也叫我排盘夫了，一礼拜要我排出来。哦，那么我觉得真的哭出来了，边哭边记台词，经验方面一句一句的伊写下来，就一礼拜开始这个唱腔、身段啥么子弄好，让我上去了。那么在第一次演出的时候呢，第一次你敢上去吗？不是，我跟侬讲，包头也不会得包。那么搿辰光包头啥人跟我包呢？于老师、傅老师辣辣旁边头等我弄好子，要上去了，开场要上去了，我立辣海是吧？不出去。哦，外头推辣靠了，我也不出去。于老师讲侬出去啊，伊讲。哦，一推就推出去了。我出去啊，就是这么一推出了一个京派的创始人。那您第一次演出盘夫索夫下台以后，袁老师跟你说了些什么话呢？于老师跟我拍我肩胛，笑，伊讲不错，做算下来了。我们还有一个经典剧目是这个《祥林嫂》。那么在拍那个《祥林嫂》的时候，袁老师跟您两个人是前后半场。这个戏是阿拉于老师的最拿手的戏。从刻画人物，从这个叫唱腔，下去眼睛的表演非常深刻的。对我来讲，肯定是讲很肤浅，演不好。但是呢，我又蛮想演的，能够把伊演好，因为是这个戏啦，是我蛮欢喜的。它很有挖头，很有演头，很有唱头。这个三个么子啦，如果侬演好、唱好，是吧？挖好一个戏，这个成本就出来了。但是呢，讲便当做是蛮难的。譬如讲一个头一场，祥林嫂辣辣门搿搭哭，哭的辰光，院长是就指导我，教我，侬这个哭了就是讲，阿拉一般哭了就是伊没声音的，但是伊个形体动作要背后肩胛夹。要有戏，要使得人家看了比哭了还要伤心。这个就难做了。这个一点呢，于老师讲了自然好几遍，要我讲我应该哪能做哪能做。
商量的，明天就要抢上票。在我说日程，我怎么过？你家苦命伺候好啊！生世道有爹有娘有主张，我乃是无爹无娘无依呀靠。江陵啊，江陵啊，哎呀江陵啊，我从小到你家里来，上水不停到今朝，这倒是苦到心头，终有天啊，才有子你年轻夺命将我抛，从此苦命无指望，这指望不是婆婆能到老，婆婆骂我能受，饥我何能我能熬，千苦万难我不怕，怕着他要我去再教。可那张家媳妇李家嫂，与我一般扶照耀，全都是白皮无奈再婚家呀，恰为人冷遭逆风到今朝。这把路自家命不好了，是又不着了，今朝夜里早点回，咱们再想办法啊！我再有把婆婆跟前去爱到，旧婆婆年年亲吻不满我情愿做女做马，千斤重担一人挑啊。袁雪峰老师呢，不仅是一个艺术家，同时呢，还是一位爱才惜才的伯乐。金彩凤老师、吕瑞英老师等很多老师都曾经得到过袁雪峰老师的指点，而对于后辈呢，袁雪峰老师他更是不遗余力。华怡清啊，你说是不是？对的，因为老师的了，我觉得生活当中对我们也是非常的关心的。他艺术上是特别对我们严格要求，但生活上他还是一个非常，持强的一个老师。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袁老师他是个非常严肃的人，但是从我的眼里，从大家对他熟悉人的眼里，他实际上是个非常和蔼、非常可心。我用一个词，他就是一个非常纯的一个老人。他可以跟我们像朋友一样，他甚至于像小孩子一样的跟我们接触。回想老师对我啊，真的是无论是在艺术上还是在生活上，都非常的关心我。特别是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在98年的时候，要那个参加征梅的演出，就争夺戏剧最高奖梅花奖的演出。当时我在南京排一台折子戏，那当时我请老师，因为老师那时候年事已高，我说老师啊，要排这个戏，里边有很多折子戏，希望老师给我辅导。老师
二话不讲，他其实身体也不是太好，他就特地从上海赶到了南京来给我做辅导。哎呀，就跟我讲很多艺术，演人物怎么去演这个人物，特别是说祥林嫂的最后一场那个天问，他说一定要去读懂、读透这个鲁迅的原作。他说研究那个祥林嫂的眼神，他把祥林嫂有20几种眼神分析给我听，我当时非常受启发。然后老师的这样的教导、辅导，给了我很多在艺术上的提高。又是1年了，我在这世上过了多少年了？长啊！我真莫过，是梦啊是真在眼前。记得婆婆领我31岁，那家里他还在要来面，我是舌尖为他餐人还见长把四不甜，我是又做媳妇又做姐，心是苦十几年，有谁知病情不年，将临死后，婆婆她卖我到山间。谁知道上台去劳碌的命啊么遇着我郎爷，独生我2次寡妇在你从开父开子命运牵，哎呀命呀命啊，命好命苦有谁的，怎么你莫不查与看不见，为什么该抱团中牵连啊？为什么你紧跟随总难改？
坐在剧院门啊看，花去我弓箭手前，深色到天大的才女，不可说啦，恰为我的才女成就没有清白的，哎呀，清白的啊！我呢也是袁雪峰老师，是80年的时候招进去的。在戏校的时候，他也特别的培养我。演《红楼梦》的时候，也是袁老师和吴承老师帮我定的这个角色，所以我一路走过来，都是老师的一种培养和教导吧。那个环境，袁老师，据我所知，他是很严格的，但我不知道他对你严不严。严格的，我觉得我排练场很严格哦。应该说是这样，但我觉得记得有个《西厢记》嘛，我们青年演员的青年团成立嘛，拍了个《西厢记》，看完以后，我害怕我怕他提意见，他连没什么表情就走了，也没什么意见就走了，我想肯定完蛋了，肯定。后来他叫我，第二天就叫我到他家里去，后来他是真的是一句一句的教我的。那他有没有批评过你啊？或者说哪个角色你演得不好，批评着你哭了，有没有这种情况？他也讲很多很多的艺术上的道理，他就是肯定你是不对的。其实我也知道袁老师对学生是非常严格的，但是他对自己呢更加严格。陈军老师是吧？这袁老师那个《西厢记》奈婚那一场戏，他那个一段唱，他出场那一段唱，他是想了很长时间。他就在现在那个法令馆吧，法令馆，那个以前也是我们豫剧院的花园，在花园兜了等于是兜来兜去兜了5天才享受这个唱腔，他就想出一个美丽了，这个东西把贯穿这个心情啊，就是既高兴，但是又是很紧张，有种心跳，这个心情，他才感到自己好，这个才想到，真的是，才想到这个好像这个是正确的，所以他对自己也是非常严格。说到《西厢记》，也是我们粤剧的4大经典之一。接下来呢，就一起来欣赏一下。家园。
次的一代宗师百年流放的专场上呢，通过袁老师不同时期的唱腔，回顾了袁老师一生的艺术经历。应该说，袁老师呢，对于唱腔的革新一直是非常重视的。是，这一次我们因为搞了几个就是封存已久的一些剧目，比方讲，这个梅花魂，这个我都没看。梅花魂那个重台笔也是很重的戏，还有那个什么相思树。相思树以前演过那个我们郑立川那个修余书了，这一次是继父那段戏，因为我是这些戏的，包括那个宋兄啊，就《梁祝》里面的宋兄啊，这些戏都是封存已久的。我是这一次我是特地为这些戏记谱，我把谱子都记得很详细记下来。那记谱你知道的，不是听一遍。要听好多遍，就是把唱腔的韵味儿全部记进去。真的这一遍记谱，一遍我也是学习，也是重温，也是学习。我感觉袁老师最大的特点，他的唱腔为什么这么能够成为流派的宗师啊？他在唱腔就都是在改进，出于自己的内心的改进。从谱子来看，他好像很简单，但是他一定要通过感情色彩，感情要浓。他才能唱出这个味道。这次的专场，其中也有一段是断桥。这是当时是谁啊？是方亚峰啊。在戏校的时候。那时候像袁老师说一下，这对学生都是很珍重无微不至的关怀。当时就请我，他说你搞这个唱腔，搞这个一个是搞唱腔，一起搞唱腔。当时还朱东岳老师一起搞唱腔，还有搞音乐作曲。后来老师就请我吃饭，我想老师请我吃饭，肯定老师跟我一起吃了，他叫了很多菜，因为我们那个是粤语餐厅嘛，那个菜也很好吃的，他叫了很多菜，我说老师都拿不吃了，他就坐在那不上，这是叫你吃的，叫我吃的，叫能吃，就赶着吃，你不吃，把它亏了，我很不好意思，但是我后来我跟方亚峰开玩笑讲，我说这个是请我吃的。但有很多也是为了你啊，我说，所以他老是对人很就是，他很客气的，就是讲，因为有时候看他很严肃的脸啊，实际上他很客气的。在我们外面去吃饭，他经常请我们吃饭的，从来不要我们要掏钱，他不给的，不允许掏钱。他是长辈，应该是我来付钱。我记得袁老师以前经常说“我不收也生的”，但是呢，他对所有的青年人都非常爱护。对他这个学生这个概念了，他就是广义的，他不是像以前师徒关系，他不是有一点，他是不收学生，一个是很可能厌恶那个以前老的那种师徒关系。在老师去世以后，有一篇他没有发表过的，应该说也是他的遗嘱。上面有一段非常朴实的话，让我深深的打动了我。应该说，他说当时的时候，后台非常乌烟瘴气，非常的肮脏，在他的眼里，所以说他感觉当中。讲我难道要在这种环境当中生存一辈子吗？所以我要改变这个自己，才能改变这个环境，才能改变我自己。所以说他要改变这个环境，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。所以他为了一个非常朴实的信念，走上了粤剧改革之路，一直到他去世。刚才呢，陈军老师也说到了《梁祝》，那么我们呢，接下来请观众朋友欣赏电影《梁祝》选段。两兄一死8年回，老母比家生财呀，我胸中早有旨意在，生死都在2、3杯。
有肯，叫人两盏白烧灯，叫有三千四人丁，花轿先到五桥村，应得要白素进兄门。应得，今天是我儿玉桂之际，你再问白素婆前去几位？弟弟啥事不答应，要我上桥万不能。在刚才的片段中呢，我们欣赏到了袁雪芬老师和张桂凤老师两位艺术家的精彩表演。就在前不久啊，著名的越剧表演艺术家，越剧的张派创始人张桂凤老师也离我们而去了。此刻呢，我们的节目现场除了金老师之外呢，还来了我的两位同事，张桂凤老师的学生张海林和吴群。那么金老师啊，刚才说到您解放前就到雪生剧团了，那么张桂凤老师其实已经是雪生剧团的主要演员了。那么那时候您对这个张桂凤老师的印象又是怎么样的呢？这个辰光啦，我是考进去学生子，看到伊拉老师在吓个，不管得伊拉讲闲话。是不是可以这么说，就是那个时候您对张桂凤老师还是采取那种仰视的这种态度，其实还是对他艺术的一种敬畏，是吧？崇敬的。他是怎么讲呢？就是做一个角色，就是像一个角色，而且给人家印象是非常深的。这是有戏的根基深，但是没有戏的，他也给人家也是很深的影响的。他是一个性格演员。比如说那个《祥林嫂》里面有他前面是演那个韦拉子，后面演一个没有话的一个阿克布布，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农村妇女，只有鼓鼓掌，一句话也没了，但是一出来呢，就可能一个鼓掌，给人家印象很深，觉得就是讲，人家讲群众演员嘛，又没啥个性的了，走过么就一只角色了，但是伊走出来的这个一个群众啦，一个老太太啦，她好像给人家印象很深。她是在演一个角色，不是演一个宝龙套，有这样的一种感觉。这是张老师对艺术上的追求、艺术上的研究，才能够成功的。为是隔壁国财长我的总报到这头隔壁了，不过张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可以想办法的。想出个办法呢，我里呀无地，好马个都马掉了。要么走个两杆破草屋来，蒋娘娘，侬真是聪明一时，懵懂一时。不会在那小身上当什么？当什么什么？蒋娘娘，江陵思绪已多年，我空留在年轻修在身边，大人家手机上把包。穷人手机为哪边？寡妇在家是经常事，也没有什么非体面。侬常常个荷包飞马街，我看侬真是懵懂少之间。我是我懵懂少之间，寡妇在家能着几股钱。我一家生活是不靠他，怎能够活着不闯路安静？江陵娘侬是国务在家不出钱，我倒有一个好自己。
老师呢，他对自己一个艺术呢，极其严谨，而且非常认真，不管是身体好，不管是身体不好，一上场，他的精气神就来了骨髓里向，这是他的优点。是我从来没有感觉到他今天有点病殃殃的感觉，从来没有的。对对。金老师，您是不是跟张老师也合作过《西厢记》啊、《辟山救母》啊，等等这些剧目，是吧？对。我们接下来呢，我们一同来欣赏一下金老师您和张老师在《西厢记》中的合作。母亲，快上街拜了日的呀，这身体不得了，我娘病了光了。总结有你俩是同胞兄妹一般情谊，这相思今晚黑定了。老师呢，常在戏里演老头，演父亲，而且在生活中呢，也让人感到挺威严的。我们都知道张桂凤老师呢是个戏痴，对于艺术要求又特别的高。在这方面呢，我想海玲和吴群，应该是张老师的学生，你们更有发言权。记得戏校的时候，就是一般的话，我们就是早上8点钟上课。那我老师来的话，在他的印象中，他的8点钟肯定是比我们正常的上课8点钟要提早半小时，而且他要求我们必须在他上课之前，把所有的你要排练用的道具、服装、一切的靴子什么都要准备好，你要都穿戴齐了，应该活动开的都要活动开了，不要到了老师来了以后，你再去准备这个准备那，他是不允许的。而且基本上，其实我们应该是说学校都是知道，就是一般3课钟1节课，那我们一上午是四节戏课，当然老师基本上我们是没有中间休息的，就说如果你们要上厕所就自己去，但是这个4小时他是上得很密密实实的，也就是因为这样，我觉得我的学校4年的这个学习的过程，就是让我打下了很扎实的基本功吧，应该是这样。张老师，我记得他不但你们在戏校的时候，他对你们艺术上要求又非常高、非常严，抓得也很紧，而且你们分配到越剧院以后，我也经常看到张老师在排练场给他们排戏。对啊，我们老师这样张老师除了艺术上这个要求特别严格以外，我记得是不是张老师曾经因为你
演出之前身体不舒服啊什么，他责备你说你没有保护好身体。有，就是以前老师也跟我讲过，演员的身体就是你的资本，不允许自己的身体出问题，因为你要上台要演出，观众买了票进来，你要对得起观众。但是说是当时老师说了以后就知道哦，记住老师说的话。但是真的有的时候你生病了，你也很难自己控制，也没有临到自己头上呢，还没有很深刻的感受到这一句话，一直到我那个时候06年的时候，我正好那个时候我们有粤女争锋嘛，就第一届粤女争锋，我们是初赛比赛，我因为那时候正好是我们去欧洲演出完回来，时差没倒过来，所以一下投入到那个排练以后，身体有一种不适应，然后就生病了，发高烧不退。然后老师就是他很急啊，他比我都急。其实我后来想，老师就是特别急的。你怎么可以允许你现在这个时候生病？他那时候骂的真的很凶的，我都说到不知道怎么面对的这种感觉。我想起来了，几年前啊，我也身体不好，我跟他2个人共同住进一家医院，那么我在床上躺着，因为我是糖尿病，血糖高嘛，他就颤颤巍巍的走到我的面前。你知道他怎么说？他说话看起来很严，看起来哈喽喽啊，讲起实际上心很善的。对。你讲那个小猪啊，啥个毛病好生？那个种毛病哪能好生呢？他是多少麻烦了？一讲，你不吃吧，你怎么唱得动戏？你不睡觉，你也唱不动戏。但是你这个毛病呢，你又不能多睡，又不能多吃，你怎么办？他很急，我真的一下子我听到他的这样对我真的眼泪都要出来。我老师其实出发点都是很善的，他就其实是为你从你的立场去想问题，你怎么能生这个病？他就是觉得，张慧老师你讲的，他肯定是想你这么好，像有点凶巴巴的那种。那这个是他的行当关系。表面上，其实他骨子里面是一直在默默的，就是关心着你。我那个他下午骂完。还没到晚上来，下午骂完大概隔1小时吧，他说：“你现在在哪里啊？得打电话给我。”老师等好了鸽子汤、冬虫夏草帮我等好了，补身体。今朝夜到好好觉，困好觉，明早去参加比赛哦。你早点休息，早点休息。你这马上就立马就转换了。张老师他是一位对艺术要求非常严格的艺术家，即使是一个非常小的角色，非常小的一个举动，他都会一丝不苟，非常认真的去对待。香港违规，啊，97年，香港违规，那么阿拉以宋梦馆，伊做李林甫，第一次，做李林甫。那做李林甫呢，阿拉是还没好好叫排，因为突击出来的嘛，排总归要排。但是伊呢是老认真的，而且是还蛮有创造性的，有创造性，不是什么譬如讲程式化，就是搿能眼动作或者啥唱几句的。但是伊真的是辣伊个基础上，对李林甫是有创造的。那时候我正好跟老师了嘛，就那时候我们是，好像是放暑假正准备就是在老师家里，老师在给我单独上小灶嘛，然后我就记得正好老师跟金老师合作这个送魂官，他因为那时候他75岁，他已经离开舞台了，很久没有穿那个高靴了，他那靴子外面一层高的，里面还有内高，他说部长，我已经老长辰光不穿靴子了，我紧张。就每天他靴子都穿在脚上，来回在家里走路，就是生活的这双靴子就变成他生活的鞋子了。就每天都这样，而且那个唱腔，我知道他那段宋梦官的唱腔啊，平谱的唱腔，因为是新的嘛，老师就是因为他自己是没有办法记谱，专门找了老师过来帮他记谱，他设计唱腔，然后设计完了还不停的唱给我们学生听，哎，那侬帮我听听，粤东侬帮我听，啥人帮我听听，哪觉得可以吧？好吧。秀英难为他今日
呢，在排练场上看到他，可能有些敬畏，但是呢，他又是一位非常开明的老师，非常鼓励学生呢，跟其他的一些老师，其他的就是剧种的老师去学习。他以前就有2个老师，就不光一个就是粤剧的老师，他还有绍剧的什么，还有什么袁增翠老师啊，几个老师。他说，他这要博采众长，然后能丰富自己的剧种，丰富自己的人物角色。他那时候就是我们戏校毕业以后嘛，他就说，你应该学一点京剧。他那时候就让我。实验室暑假里面跟京剧院的董燕婷老师学身上武功打基础，他说我觉得我们基础不够，在开小灶给学这个，然后后来再是介绍了跟京剧院的张信忠老师学棋派艺术，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学了投军别窑啊，还有那个徐策跑城，之后呢再认识了邵林老师。最有劲的是那时候我就记得是02年的时候，就我们排那个明星的全明星的那个《红楼梦》大剧院版的《红楼梦》，那时候不是赵芳法请了陈欣怡老师嘛，然后之后我中间就是跟陈老师学习，跟后来我就说老师，我在跟陈欣怡老师学导演课的，好。大好的导演，我年轻几岁，我愿意跟你领报学习。就我觉得老师就是很鼓舞我们去向别的，只要是好的，对你的艺术有帮助的，他不管你是这个戏曲领域的，还是别的导演领域、编剧领域，他都希望你去设计，希望你博采众长，吸取他们的养分来丰富自己的艺术。我觉得这个是老师指引了我一条很好的路。张老师他自己不仅是一位表演艺术家，而且呢他自己也会做导演，应该有很多戏都他已经参与了一些导演的创作，是吧？对，好多我们现在也参与，很多我们老生的一些，像我们保留下来的，像《二堂芳子》啊、《曲阳折子》啊这些，就李蛙传啊，包括像《凄凉凉宫乐》这些戏，《梁祝》主要是像《二堂芳子》，它原来是从绍剧移植的嘛。我老师就跟我讲，原来他那个唱段就是乌鸦头上飞，莫非大事不好，是这样子。然后他就是告诉我，他是逐步像九金观都是这样一步一步从另外一个剧种改编，然后一边通过演出，再一边修改，才成了今天的这个经典之作。长相
忘记的一件事，就是当时有一次我们在4号楼排戏的时候，他带着他的那个外孙女青青，那时候青青还很小，也就4、5岁吧，带过来。然后我老师这个人，他一排戏，他会直接进入这个角色，旁边的人基本上他不会去多怎么搭理啊。然后我们排到一半的时候呢，那个青青说：“耶，他说阿布啊。”我有一个哦，他就想起来说哦，那这样子吧，他说叫旁边的你先把他领到那个卫生间吧。结果领进去以后，他说你在里面啊，阿布去排序啊。结果这么一排了3刻钟，忘记掉了，把那个小孙女忘记掉了，就一个人放在厕所里面。然后等到我们想起来的，就休息当中休息了，想起来，哎呀，你看我青青呢，我青青在哪里去了？你想是不是在孩子厕所里面？赶紧进去，只知道那个小孩子哦，那青青已经扶的那个墙壁是满脸的眼泪，满脸的鼻涕。阿布，我已经好了，阿布就这样已经没有力气了。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看着那里眼泪就哒哒哒哒就下来。所以说老师他那种敬业的精神，他真是帮我排戏，我们就看在那里，把自己小孙女都忘记掉，就一个人丢在厕所里面。所以这个事情是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。英雄算
流派纷呈是粤剧的特色之一，有不少粤剧老艺术家，他们虽然人早已离开了我们，但是他们所创立的流派却始终在舞台上传唱，生生不息。今年呢是粤剧的著名艺术家戚雅仙老师逝世10周年的纪念。此刻呢，在我们的节目中请来了戚雅仙老师的几位合作者，他们分别是著名的编剧洪峰老师，著名的作曲贺孝仲老师，还有呢是戚雅仙老师的女儿傅信文和戚雅仙老师的学生王玉美。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。傅信文呢，不但是戚雅仙老师的女儿，更是她的学生。在戚雅仙老师晚年，尤其是妈妈过世以后这些年里，阿文，你对这个戚派的传承研究和推广，做了很多工作是吧？1周年的时候，我们搞了雅歌满江南，就戚派演出的专场。然后在粤剧100年06年那一年，我们又搞了雅歌春韵，就是粤剧七臂艺术的流派的专场。然后在我妈妈80诞辰的时候，就是08年，我们又为我妈妈搞了就是戚派研讨及展演。然后今年嘛，是我妈妈舞台艺术70周年，而且即将就是40周年的日子到来，所以这次嘛，我们在5月份、4月份嘛，就有一个全国的七臂流派票友的交流挑战赛，搞那么多一系列的这样这么规模这么大的一些演出，那也离不开我们这些老师们的支持吧。对，我就是要说呢，我妈妈自从是51年吧，50年代跟毕春芳老师合作以后吧，将近风风雨雨过了半个多世纪，就是毕春芳老师，特别是跟我妈妈合作以后，就是他们两个的流派就是流行的非常的应该说是好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就是呢，他们呢，主要这个时候，我听我妈妈、爸爸都这么说过，他们有一个黄金团队。那么今朝呢，我特别要想到我老搭档戚雅仙，好像真快哦，已经将近10年了，过世了。想想过去对伊合作的辰光，从合作到寻安，是吧？这个多少年？阿拉是25岁的辰光一起合作演出的啦，一直到伊75岁过世啊，整整的50年，当然也是不平坦的道路啊，坎坎坷坷，风风雨雨，但是真的一步一步的走过来了，到后来得到社会上公认，是吧？但是阿拉两个都是蛮辛苦，当然全靠阿拉团队。搿辰光个团队是非常坚强的，阿拉有3边3道，是吧？剧务部嘛，侪完美，编导、副音美侪是全齐的。我是过去剧团里向安乐王有名的，虽然我是这个副团长，但是我是只管演出，就是种城市工作啊什么，我觉着现在我一直辣想，戚雅仙不容易，但是伊蛮能干。这个方面我蛮佩服伊的，所以我也蛮尊敬伊的。有些问题阿拉哪能会得到家长呢？这个就是相互谦让都要紧啊，做得长嘛，这个剧团质量也提得高，观众当中音响也树立起来了。侬想了，阿拉瑞金剧场哦，整个场子17年啊，人家才晓得阿拉这个剧团就是瑞金剧场，瑞金剧场就是合作就是七毕，七和毕没分开过。交关人看见伊要叫毕老师，看见我要叫戚老师。毕春芳老师其实就是戚雅仙老师舞台上的老搭档，他们也是几10年的老姐妹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来欣赏一段他们2位老师的精彩合作吧。家真能力红人，今天我杀江儿人，一上大雾
徐家林，一生名誉怕官人，一场风波平地生，一张上子到官厅，一道金陵风爱门。一等来魂将我干，一人百姓多泥人，一穷顽童在，一个子子娃娃三百零，千人马人万人叫我才是就是我母亲，为什么他既像人类又不人啊？不然不把儿来人欺负太上叫儿心，他欺负把几将人，我怎能真心女儿不认亲？离儿到跟前，真不人，他想得我心欢喜。他自不认这去杀人啊！妻儿头戴家女巾。今天我让江儿人害他人前的三杯，三去了绝不理睬，同窗好友不接近，身家世道难提名，京都考上南京门。老师的舞台成就和七派的形成离不开众多合作者的支持和共同创造。那么洪峰老师和贺孝忠老师，他们是戚亚仙老师的好朋友，又是很好的合作伙伴。那么我想请问一下，两位老师最早和戚亚仙老师是哪一年认识的？那么大家还记得吗？我是50年进这个剧团的。那时候这个剧团刚成立，那一年那个月就是刚成立。那么我进去之后呢，第一个戏就是写的《龙凤花烛》。龙凤花烛。龙凤花烛，龙凤花烛。这个戏主要是当时我写的时候呢，很近。为什么很近呢？前面一个戏只演了
20天也不到，演不下去了。结果呢，就是我文化之区马上赶出来的，写一场排一场他们。那么所以大概20天嘛，就是把这个戏上去了。贺孝忠老师，您也是这个黄金团队之一，您也是那个戚老师的那个非常非常强烈的一个支持者和合作者。那么您跟戚雅仙老师，您相识的一个过程，你能跟大家说说吗？1949年的8月开始跟戚雅仙合作的。1949年的8月，就是他比我早。比您啊，比我50年的是早一点。那个时候不是合作，就是叫云华越剧团。哦，云华越剧团就是现在的南京越剧团。捉水草。捉水草。到了年底以后，捉水草到香港去了以后，戚雅仙跟徐天勇合作，就是成立合作越剧团。那个合作越剧团就是实质上就从50年开始起。那么就是贺老师其实是合作越剧团成立之前就认识了，然后洪峰老师是只有10几岁成立的时候，是不是18岁啊？跟我妈妈合作的时候，我是18岁进团的啊，18岁就合作了，一直到退休就是一直在这个团里。您对戚雅仙老师的流派的形成应该最有发言权的是吧？他主要呢在旋律上，旋律比较简单，就是简朴了。很简的朴实，就是他们这是一个特点，还有一个他的咬字清晰，咬字清楚，还有一个嘛他的腔沉，所以我跟戚雅仙一个字了，沉是他的主要的，就是沉得下来，醇厚这沉哦，醇厚，对，很沉这个腔，戚雅仙最主要的对他的唱。他对旋律不复杂的，就是他板也是不复杂的，节奏变化也不多的。但是要唱好也是很难的。唱好就是越是简单的，就是越是简单越是难唱。戚雅仙老师还有很多保留剧目，应该《白蛇传》啊，那都是他们俩。王老虎抢亲啊，是吧？哎，薛寿英啊，玉堂春啊，好多作品都是他们的。那时候我还听说他们一直是爆满的哦。上次我去看傅强香老师，他跟我说起一个故事啊，他家里不是住在华山路嘛，然后每天这时候乘48路过去，他说看到绿京剧场《白蛇传》爆满，这是3年连演。白蛇传都爆满，端阳白蛇传，对，端阳春节王老虎抢亲，对。但是我后来问了以后呢，我妈妈也好，洪飞先生也好，他真是不说，就是他们实际上每年都在提高，他每年都在修改的，就是每一年的剧本都在不断的提高。园里头拂下三洲，初夏季风雨东走高，金山托众生西湖花洲几来人，以为是富差富在共8年，恰不了你风不尽难忍，为了你新家离你开呀铺，为了你端呀恰应用忘记，为了你
为了你，谁们精神发黑？为了你，不听亲儿俩一劝，为了你，断将把情。阿文啊，你知道你妈妈有多少个学生吗？能算得出来？那很多很多啊，算不清楚了。我就是说，不是气派这个群众性基础比较广，不管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票友，我都喜欢唱气派，哎，这个样子。所以吧，还有一个就是我妈妈嘛，正好是属兔子的，哎，她特别爱属兔子的人，所以好多学生都是属兔子。怪不得她对我那么好。对你就是属兔子，对吧？还有就是我妈妈吧，有的学生属兔子吧，今年嘛都是正好是50生日，然后吧前几个月吧，我就去了吴江，吴江有一个，他把名字都改成就七七仙嘛，他本名叫沈红英嘛，就是80年代也参加大奖赛的，他也搞了一次，就是纪念我妈妈的活动。他是属兔子的。今天我们现场吧，就来了一位王玉梅，她也是属兔子的。她虽然离开舞台已经好多年，现在已经经商了，但是她吧对气派的痴情，就是使我也很感动哦。她就一直喜欢气派，所以自己今年在他的兔年又要搞一场纪念老师的专场。属兔的就搞专场，那我为什么不搞？你也应该搞一场，反串一场哦。那我学唱气派，我才有资格搞专场。那玉梅啊，您说说那个，您跟老师之间是哪一年认识的？我是80年吧，80年考进爱乐剧团。哦，80年那很早啊。就是其实毕业以后进团以后，其实就在这个氛围里面啊，气派的氛围里面一起熏陶，我就特别喜欢那个气派。就是你其实离开剧团以后，很多年以后，还是忘不了。那么今年是我老师应该去世10周年，快10周年了，正好那个阿文姐她呢也支持，包括老师。包括毕春芳老师，包括我们贺老师、那个洪峰老师都很支持，就大家一块帮助我搞了一场演出。你这次自己的专场里，那肯定唱的也是气派。那么大约是演哪几段呢？一段是王老夫抢亲里面的祭龟啊，祭龟。还有一段就是82年杨文蔚老师跟那个周亚青老师演的，从昆曲我们改编，洪峰老师改编过来那个就是《牡丹亭》里面的一段，还有老师的经典的就学手印的《法场祈福》。听说今年就齐雅仙老师逝世10周年，我们不是要搞一次气派的一个演出活动嘛？你再介绍一下。在4月份、5月份吧，我们有一个就是全国气壁流派票友的交流挑战赛。在6月份左右吧，我们还要搞一个就是全国气壁流派的明星、名票、名人的联袂演出。一直到下半年年底，就是我妈妈逝世10周年的日子，我们要举行一个就是气壁流派经典节目的展演。好，那我预祝这次活动能够成功。谢谢。同样呢，我们也希望越剧气派艺术，乃至整个越剧焕发出生机，永远年轻。齐雅仙呢，过世将近10年了，已经有10周年了。当然，作为伊拉子女嘛，同学辈、同事辈，侪想对伊再搞一个纪念活动。记得阿拉英大区搿辰光也对伊搞过10周年的，搿我想倒是应该的哦。当然老七学生是也蛮多，特别是江浙两省，特别是现在的业余当中哦，多少人侪是唱气派。我想侬老七也好安心的。
短短1个半小时的时间，远不够我们倾诉对于大师的思念和敬仰。然而，清明是一个怀念的时节，更是一个万物欣欣向荣的春的信号。我们此时此刻的追忆，是为了更好的继承。相信落花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衣更护花。相信这清明时节，绵绵的细雨也将随风潜入夜，滋润今天的艺术舞台。